前幾日我出咗幾個喺郵輪上邊吃喝玩樂嘅視頻，好多朋友都關心到價格問題，叫我分享一下費用係點嘅。其實收費應該根據唔同嘅郵輪航線同埋客房類型有所不同，唔能夠一概而論邊一個比較貴，邊一個比較平。不過既然咁多人想知道，我就我呢一次嘅行程簡單咁介紹一下啦。我哋呢一個行程總共5日4夜，第一日晚黑7點鐘喺香港出發，穿過瓊州海峽進入北部灣，第3日就到達越南嘅下龍灣，上岸玩1日，黃昏前返郵輪，然後回程返航。第5日一早9點鐘左右就返到香港。行程就係咁簡單啦。船飛嘅價格係根據客房類型嘅。我今次住嘅係海景房，即係有一個密封嘅窗可以睇到出邊嘅景色。每人人民幣2500蚊，一間房2個人，所以一間房就要5000蚊。如果選擇有露台嘅房，咁就每人俾多1000蚊。呢個船飛嘅價格係包咗你幾日喺船上邊吃喝玩樂。當然，如果你想食得好一啲，咁就可以自費到收費餐廳。喺船上邊所有嘅消費都係用美金計算，憑房卡刷卡。返到香港前結賬，我哋可以用微信、支付寶或者信用卡嚟到結賬。另外仲有一啲費用係未包括入去船飛裡面嘅，例如服務費。呢一個服務費每晚16蚊美金，仲有代辦越南嘅落地簽證費，每人15蚊美金。呢個費用大概人民幣600蚊左右。另外，我覺得有一個自選費用係比較貴嘅，就係船上邊嘅 WiFi，因為喺公海上邊冇任何嘅網絡，如果要上網就必須要買船上邊嘅衛星 WiFi。佢有幾種選項，你可以按用量、按天數嚟到買。呢一次最低嘅流量係2G，要45蚊美金。有關嘅詳情可以去5樓嘅客戶服務櫃台裏邊諮詢。其實呢5日嘅行程裏面，第1日同埋第5日都可以用到香港嘅流量。第3日去到越南就可以買越南嘅流量包，收唔到網絡嘅就只有第2日同埋第4日。其實呢一個行程嘅航海路線係經過瓊州海峽嘅，呢度好接近海口同埋徐聞縣。我哋喺第2日中午之後同埋第4日嘅朝早幾個鐘頭都可以接收到大陸嘅網絡，所以真正斷網嘅都係好短嘅時間。如果唔係要處理公務或者接收重要嘅信息，其實斷網10個鐘頭都係一個好好嘅休息機會嚟㗎。另外，我哋發覺喺手機開咗飛行模式嘅情況之下，都可以透過地圖即時查到自己嘅位置，咁就可以清楚知道幾時靠近陸地啦。最後同大家分享幾點喺船上邊要注意嘅地方啊。第一就係暈船浪問題啦，郵輪基本上都好穩定，不過如果大家真係有啲唔舒服嘅話，嗰度係有醫療室㗎，費用就自負嘅。如果只係暈船浪，船上邊有免費嘅暈浪藥提供，有需要嘅話可以去5樓嘅櫃台登記房號就可以領取1粒。另外入住嘅第1日，客房會提供2瓶免費嘅飲用水，但係就只有呢2瓶。其餘嘅就要自己購買啦。不過我哋都可以去餐廳免費咁樣領取飲用水。我覺得12樓嘅自助餐廳攞水係最方便嘅。至於大家好關心嘅充電問題，房間裏邊有2個充電插頭，一個喺電熱水壺後邊，另一個就喺電視機後面。呢2個插蘇都係3腳插嚟嘅，但係佢都配置咗一個轉插，方便用 USB 或者2腳插。另外，客房裏面有一個咁樣嘅插牌，方便你插喺門房外面插卡嘅位置。如果你唔想被打擾，就依邊向上；如果你想清潔，就反轉去另一邊。返到香港嘅前1日，我哋會收到託運行李帶同埋第2日嘅日報，日報上邊會寫住第2日用餐嘅時間同埋離船嘅安排。如果你係自攜行李嘅話，咁就唔使理嗰條行李帶噶啦。不過記得攞埋房卡去5樓結賬，順便攞返由登船開始幫你保管住嘅護照啊。第5日一早差唔多要到達香港啦，早啲起身睇個日出，再檢查清楚行李，食埋早餐之後離開房間，去到日報上邊顯示嘅各個集合點排隊。大家都守秩序嘅話，不慌不忙就可以安全咁樣離船噶啦。總括嚟講，呢幾日行程嘅費用包括來回交通、船飛、服務費、簽證費同埋越南1日陸上遊。我大概用咗4000蚊左右，我覺得以呢個平民嘅價格可以感受一下郵輪嘅旅程，都係相當唔錯嘅體驗嚟㗎。